有法大人担保拒绝吗？就是与人拒绝，也要你要真正实用哇！可你整天无到梦前，弄得我心惊胆战，我哪有什么心情细说哦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只怕你才听事情，还不是我替你做事的是美化前程。可你是女儿家，哪有时候？想当年，县府门路一把，我也要到说生日，天昏地暗聊上智障。倒是你们这些男孩，分不清名存，扶不住包公，又有哪个真正比得上我这女儿家？你天资聪颖，家园有名，可这做书立色催泪草啊，总不是女人的本分。女生的本哦，相夫教子，万幸寒生。你要我做死我呀？不，也可以扬花一尽，谈情养性。杨花在心上，看情父子意。李夫人，你的愿望表妹下来了。表姐。姐夫他要是让我冰心红人，这
哦，不是相亲相爱。表姐，你这么一言就看出我的心思，你真有心思问不他。他身上带着宝剑发霉，宝剑是啊，表姐。我是问马一语，参见
今我的本宗这么快，也来不及了。是吗？你说起谁都可以，就是不能说起反叛。本爸，我来见你迎接，这是马大人。马大人久年轻人，你知识列生，可真人生可畏呀！区区文章，何足挂齿？本爸，与兄真相拜托你拿准。奇怪奇怪，师兄家有软弱，小弟多言不敬。他只是
士别三人，怎当默默相看？此恐神丘上不了你的法言。你做书成卷，出人意表啊！当年你曾说我是无垢的，难成他事；无因浪子，难成他妻。不知今日才一中，我是无病，还是浪子。他是之言，你还耿耿于怀。你求情之语，我怎顾轻慢？是此说来，你做书的事都是我的功劳了。文成章、书成卷，都是西洋的功劳。这书稿是我与西洋的兴趣，我们的孩子恩义的竞争，得定均斤啊！你当真忘了前尘往事？恨心是此吗？前程难忘，有等是我。难道你肯舍去荣华，随我而去吗？你如今与西洋双手双臂，你怎肯为我放弃新欢？我对他关键有加，对你却谨慎无言。
做这道何事？本来兄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只是读书地方是为早去早回。只怕不为早。是呀，你我长夜做过来，也了家常吧。小儿人家是如此紧张，来日方长嘛。走吧，走吧，去。马大人，你要多多照顾师母哦。放心，一切都为是你所愿。此次多谢了。你拿什么谢啊？千古飞尘，你怎样谢礼？好，等你且有了听觉再说啊！如今
他是谁？
我死也都会将他还给。西亚的心血，有西亚的孩子，那你再和西亚写一部啊？苏考丢了，我怎么还有理由去见他？
这里
想想你的名声，想想死亡的前程。